金刚，北金刚，为了怪老师的魔音超声，以台湾雷霆之怒靠大手痛击众人哦。文世星甲怪老注定多传不中哦。率人北金刚二度丢了水门，向青山而去咯。哦，两气儿你实在走得有够紧。迄我也要慢慢送选手呢。假冒的，好诶，迄柱喊大柱，迄国家大枪，都叫不着哦，运气无坏。听讲这只做人袂歹呢。袂歹，你哪就走啊？嘿，我咧想哦，严文呐，假使若是讲中你的第六条线哦，又搁比混世生的气功甲伊拍干咧歪高起出，我看会好安那袂单招车。我老三，你即马来怎想到这个真的甲假的严问题？若假的，你个当作真的？迄无的确咧。假的就是假啦。咱赶紧就不要紧，来去找正的严文较要紧啦。怪老师啊，你唔通迄款假的甲当作正的，正当作假，看到安尼哦，怎啊用第二条线甲伤安尼就袂用你呢？迄凡事哦，方才迄个是正的呢。也无的确无对咧。莫讲，讲了到底哦，我心肝十个五个啦。听天由命就是啦。大流星大家杀界，形成血色流星炎。最后定山老梁用滚地钢特别杀死大流星咯。滚地钢足被大流星剑气传入心腹。定山老梁一名恶爱仔，只龙再夺。秘武轻松按下当乌魂，急攻大流星，剑气旋转，四个人死三个咯。大流星，杀人魔王大流星，你令我所杀啊！乌魂，若不是你好看手的底印，这次我不能饶你。有次若是再来者，击杀不论啊！庄稼人，大电魔功，激战六个回响当白仙果。你不了俺嘛！双方交手经过数十回合，六个的交战光体离合咯。白仙果已经反了脱离现场。六骨回响，你可知情我为何特别杀死苏元文吗？阿弥陀佛咧，恁迄是正世人所带来玩笑咧，难道你唔知影讲沙场之战啊，一定会死伤吗？你特别杀害严文是无辜的呢？是无辜的呢？阿弥陀佛！六骨回响，庄稼人叫你免死，回当灵鹫山三宝寺去退运嘛。运就运啊！阿弥陀佛，当来运色徛。庄稼人有可能破白仙果里的移形换影。吴前辈，你就是我的老师的朋友吗？对呀，我乃是改天改地改神佛宇宙大改神，请吴前辈帮助一臂之力吧。哟，这次六位安怎来救助呢？我就是奉师尊的命令，打扮苏爷们的模样，从情听说。小可代志，不是兵多的自夸。
若是讲迄几个黄生啊，听到我的名，伊就死死昏昏去咯。万事拜托啊，安尼好，来人啊，准备出山。迄生下是不杀无名之将诶，改天改地改神佛，宇宙大改身啊！两起诶，这你搁甲听看卖咧，互你听看卖啊咧。你大家讲你什么名啊？你搁念一遍互我听，下要看卖。改天改地改神佛，宇宙大改身啊！你一个名拢总拄啊12字，迄毋是名，迄是敢若绰号尔，正名叫当公成啊！安尼都15字了。耶呀！安尼你就是专门咧骗人诶啊！什么咧骗人？也无你讲界仙，界仙毋是专讲白头咧乌白界啊？毋是。这里就是讲把天地甲神魂拢甲冚起来意思，毋是乌白界界。那安尼你读做冚啊？对，毋通读做界啊？吼，对无吼？师傅老三，对，读做冚啦吼，冚天冚地冚神佛，宇宙的大冚身，安尼冚面啦。我毋是咧甲你讲过啦，上杀啦！两起诶，你改拼有代志，要若无代志，我拢负责。好，拼你啊！乖喏，还要煮啊？你无来，我会叫伊啊。小可你要讲咧？喂，老诶，你咧见死啊？我咧外老，我今年才63尔。袂使超过64，若超过64，阎罗王队请我去。你这个一拳无够死，两拳死无够，我稳诶。安那？你是稳死的呀？拍，看滚啊！呀哈！怪孬做的功夫毋是改善的对手，然后弹出魔音铁铁路。我想讲这界仙有啥物通天的本领呢？甲看起来我那海啊！得着面无弄使啦，人伫咧拼命，老三你怎啊走去困？你都毋知影，我都一日到暗足无用的就对啦。你是咧无用啥？就透早5:30，中昼计算机，尾嘛看报纸，半暝都爱问当机啊！现在要休息。你规工转代志。那论恁两个先讲神通广大，绝对犯了无妙的啦。无妙，我是海阔真人，我是天空真人，我兄弟天空海阔天空啊！没听，我若准讲，干那我咧生妹尔咧。还讲有人比我较水妹咧，安尼看这阵气有咧啦。喂，麦先啊，我接住啊，你是咧安怎讲来对人家3口咧？你跟咱知啦？安尼原来安尼咱即摆天空海阔，因两兄弟完全有咧啦。有咧啊？这个先啊，是稳赢还是稳输啊？你潘那人问遐尼济？都稳的就对啦，唔是在当黄的啦。乖喏，还要煮啊？师傅啊，遐个一阵来啊咧，头拄遐拢来啊咧。我无用啦，乖喏叔啊，你地老吊伞甲弹落去都无唔对啊。迄若弹过头甲中来破功呢，迄袂使讲乌白弹呢，
啊，你老三嘛加减顶一半半啊，红看卖啊咧，看讲你老三什么八任大法？这个你讲足无用啊！现在要休息。你过来休息？你嘛等候你的徒弟欣赏一下。对啊，要无你拢无半步，你拢敢若关一支喙，你比头大迄个界线搁较好界。好啦好啦，恁拢退开啦，好我啦好我啦。国铁将心天强论，七人世事风风水。来，听！天顶线卡球球啊，地线都冲破油啦哈！啊，真正的线，啥物人捌看到？我，天下间呐，有几个人家开姓的，手不离姓，有几个人？对，就是三国时代的孔明先生啊，也甲明朝有出一个，迄就是我老三啦，这个姓有什么作用？当然有作用，才有手不离姓啊。但是呢，用一款姓的讲去杀人，安尼唔是叫做大丈夫机男子气概。所以啊，人这个高人讲一句话，就你讲啊，君子用口，虎爸用鸟啊。对唔对？一人唔是精神咧，对，是非曲直用嘴来理论啊。所以讲咧，读册是非常的重要。因若唔捌字兼无卫生的人，当不当是用暴力啦？迄款啊精神共款对。譬如讲，我做一个这个味菜来烘菜啊，头脑来活动啊。假使若是讲菜会着，不但讲我归类甘拜下风、迅速导航以外呢，我所有的金银财宝，甲我伫中原带来的物件拢送伊。一言为定吗？迄当然咯。如果你若猜袂着呢？我那同款物件送你几个导航，一言为定吗？君子不食言。安尼你有读书？言呀，几题输赢？两题就好。听哦，来，莫互恁笑讲阮苗人拢毋捌字，我兼无卫生。来啊！听哈。三缸水破做一缸流，一斗米压在田花头。你猜一字啦？三缸水破做一缸流，一斗米。你，我算甲三若猜有中哦，安尼你就输啊呢？一、2、3。这要猜多一字哦？猜做潘啦，人生是潘哦。三缸水做一缸流，一斗米倒的时阵，伫咧田花头，伫田的顶面啊。嘿呀，通，安尼输，过来啊，过一摆咧啊！这摆若我赢都无输赢，搁顶来啊！对啊，来听下，喂，大兄、二兄半边人，好；三兄、四兄真正人，好；五兄是一个相命人，好。算到查某10秒为限啦，是开始，两个算落。好一。大兄、二兄半边人，三兄、四兄真正人，五兄是一个相命人啊！输啊啦，真输都无唔对啊啦。这字是要安怎猜？唔知讲读册真重要，头脑小体操咧啊！迄反应爱敏捷啦，迄是强字啦，强势的强啊，对。大兄、二兄半边人，迄就是相徛人啦，三兄、四兄真正人迄人写较正咧，对唔对？五兄是一个相命人，是人里顶一个卜字，咧卜卦相命。这看真通吗？你输啊？几类啊？君子一诺千金啊？几类啊？安尼好，恁两人真正捌你，背起来。多谢。恁两个什么大名？天空真人，海阔真人。天空海阔，安尼赞。恁两个因来去找温州大儒甲苏彦文。好，对着来啊。苏彦文受了索人狄金公照顾之下，伊的元气恢复得非常的迅速。伊也打算得要到刘青岩去寻访大刘青咯。出到这个天空海阔吼，找拢无安尼四界偌细。遐一群人来呢。老师啊，你甲问看觅。我来甲问看咧。各位啊，恁唔知有看到一个温州大儒甲苏彦文我人真领导啊？因为形容好白霸头的男，但是呢文质彬彬咯。
阮正在这里找呀。你也咧找，你找是要创啥？因为大刘青杀人王特别杀死严文，我因公听说。你又做啥物大名？我叫做乌云，我号做哈摩达利啦。我是黑琴啦。哎呀，好恐怖啊，好恐怖啊！你唔免惊，迄就是阮妈妈。恁老母奈好，话足奇怪呢。迄是阮客母啦，我是孔雀洞的洞主啦，都去互迄个大刘青唔敢呢拖你咧，都惊严文叫大刘青伤害，阮都赶紧得要来去找严文，叫伊都爱密起来。是讲安尼啦，恁哪会捌严文哈？伊都假做汉医生去医院小妹招确哩，说来去就讲要去探测心动。讲迄个当金光闪闪可能有宝贝，伊要找三观天师，一去都无转来差不多规半年你咧。巧呀，我袂使向倒脚笑。可那话，可那话。什么人甲陷害着真中爱国青年，非敌不可。善的安尼你气魄有够赞哦，有所不知啦。唔是我气魄赞尔啦，我后壁这个老仙家叫做怪脑子是你魔琴，伊功夫有够赞的啦。个哪里就在，遐不但是讲拢功夫好，尔气魄好，伊若咧讲平拢做头一阵的啦。你就做别人死，但是老前辈恁来注意，大刘青领来剑气杀人不流血。还怪喏，还要怎哦？伊领来的魔音，还要杀人袂流汤。迄个哪里就在？刘青炎，恐怖阴森的刘青炎，军级已经到伊这边收拾大刘青咯。恁大家拢爱听我的嘴哦，迄土窟开到边啊！若是大刘青出现之后恁大家爱赶紧去比咧土窟啦，要无我第六条线的魔音若动咧到着，恁大家拢会巧哟。迄个知啦，我知，回头过来。真好听，真好听。大大，你敢用魔音？太阴剑气。5条线拢用剑气咁样转动。迄你逼我哦，你是逼我弹出第六条的杀人线了。拔吧！好厉害，第六条杀人线。狂风大作，雷霆万钧，还有流星闪闪，到底红魂变色贵国神咯。这个时阵，温州大陆叫水门出来咯。狂风大作，雷霆万钧，还有流星闪闪，到底红魂变色贵国神咯。这时阵，水门出来咯。老前辈，请你退开吧。严文啊，我哩。抗君心志爱何乡？爱何万派归东？好家富贵永远在，爱家快乐如天堂。你是谁？我家温州水严文来的真好。另来剑气，水严文用顺阳真气给你挡住，好功夫。今天非你死，便我亡啊！朋友，咱都是炎黄子孙，只是出生在不同地点而已。可是天下大同，四海一家，咱可比一家人，如同雷自斗，互相残杀，岂不是悲哀呢？怪你势不两立啦！水衙门想到必胜歌就是咯，闪闪流青光，翕翕顺阳龙，
炎下黄昏起，容颜柔曲光。暂时无明，茫茫的城落袂停，一点一滴正年龄，等已经也有两三点钟，犹原无看伊来面前。我家己太痴情，伤心陪伴钱红灯。文世生来到流星阎罗，文世生会帮助大流星收拾所有文码，请看最后2集便知分晓，新魂酒大如业。